我哋玩老奔馳嘅整備，始終都繞唔過呢款272嘅發動機。好似呢部10年嘅 S350，行駛咗29萬公里，呢款發動機該出現嘅問題都會全部體現出嚟。因為呢款發動機廣泛安裝於 S 級、E 級、ML 等等嘅車型，呢款272嘅發動機最常見嘅發動機拉缸，同埋特兩軸調節齒故障、平衡軸磨損，仲有行駛15萬公里之後一定會出現嘅呢個曲軸皮帶輪損壞。佢嘅問題就係呢個緩衝膠會老化脫落，一旦脫落嘅話，輕則會打爛水箱同埋冷凝器，重則嘅話可能連發動機嘅前蓋都會打爛。如果喺行車途中發生呢種情況嘅話，就會非常之危險。以上講嘅272發動機嘅所有嘅呢啲問題，通過對呢個發動機嘅大修就可以解決。呢款272發動機最大嘅問題就係好容易會出現拉缸嘅狀況。要解決呢個問題，我哋重新去雙缸套同埋更換活塞。更換呢個活塞總成性價比最高嘅方案就係更換代工件，因為呢個品牌件嘅代工件同原廠件嘅品質相差無幾，但價錢只需要原廠件嘅1/6。呢條平衡軸就一定要用原廠件，因為品牌件嘅質量達唔到原廠要求。如果換上去嘅話，個齒好容易又會重新損壞。對於呢啲老奔馳大修發動機水冷系統一定要注意。比如講節噴器喺大修發動機嘅時候必須要更換，因為呢款發動機嘅節噴器喺使用一定年份之後經常會出現長開嘅狀態，導致水溫上升慢，發動機嘅故障燈就會着。仲有老化嘅暖水管都必須要更換。呢啲水冷系統嘅零件同埋呢啲塑膠件都一定要用原廠嘅，因為呢啲塑膠件又好，密封件又好，以我嘅經驗，質量始終都達唔到原廠件嘅品質。但係如果一旦出現問題，再去返工就會非常之費錢費時。仲有機腳膠同埋波箱膠以我經驗都係用返原廠嘅，唔單止隔除噪音同埋震動嘅效果好，而且會比品牌件耐用好多。所以老奔馳嘅發動機整備點樣先係性價比最高？呢樣嘢就真係好靠經驗啦。咩時候要用原廠件，咩時候要用品牌件，用啲咩嘅品牌件，就係決定大修呢個發動機性價比嘅最重要因素。對維修師傅嘅經驗同埋熟練程度，亦都係一個好大嘅考驗。我維修奔馳25年嘅彭 Sir，幫你慳錢整奔馳。